羅馬書第9章，我在基督裏說真話，並不謊言，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，給我作見證。我是大有憂愁，心裏時常傷痛。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他們是以色列人，那兒子的名分、榮耀、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，都是他們的。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。按肉體說，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。他是在萬有之上，永遠可稱頌的上帝。阿門。這不是說上帝的話落了空，因為從以色列生的，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就都作他的兒女，唯獨從以撒生的，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這就是說，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上帝的兒女，唯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後裔。因為所應許的話是這樣說：到明年這時候，我要來，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不但如此，還有利百加，既從一個人，就是從我們的祖宗以撒懷了孕。雙子還沒有生下來，善惡還沒有做出來，只因要顯明上帝揀選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上帝對利百加說：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經上所記，雅各是我所愛的，以掃是我所惡的。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？難道上帝有什麼不公平嗎？斷乎沒有，因他對摩西說：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，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據此看來，這不在乎那定義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發憐憫的上帝。因為經上有句話向法老說：我將你興起來，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，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。如此看來，上帝要憐憫誰就憐憫誰，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。這樣你必對我說：他為什麼還指責人呢？有誰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這個人啊，你是說竟敢向上帝強嘴呢？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：你為什麼這樣做我呢？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做成貴重嘅器皿，又拿一塊做成卑賤嘅器皿嗎？倘若上帝要顯明他的憤怒，彰顯他的權能，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皿，又要將他豐盛嘅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。這器皿就是我們被上帝所召的，不但是從猶太人中，也是從外邦人中。這有什麼不可呢？就像上帝在何西阿書上說：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稱為我的子民；本來不是蒙愛的，我要稱為蒙愛的。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上帝的兒子。以賽亞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說：以色列人雖然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，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，叫他的話都成全，速速地完結。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：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，我們早已像所多瑪、蛾摩拉的樣子了。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？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，就是因信而得的義；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，
反得不着律法的義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是因為他們不憑着信心求，只憑着行為求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，就如經上所記：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。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。